根据着人力银行的调查，发现讲有8到9成的企业，伫咧旧历7月10日时阵呢，会举行普渡。就专家也讲，台湾人拜这好兄弟啊，拜甲遐尼认真，和当初移民文化是有关系。 旧历7月，鬼门开，除了民众会传祭品、普渡拜拜，即马也有真侪企业也会拜拜求业绩、保平安。人力银行做调查发现，有60个的企业讲旧历7月业绩无啥物差，毋过有2个感觉业绩变好，亲像超商、大卖场，就讲即阵是大过，生意真好。也有1成的企业怨叹讲，即马生意真歹，亲像房市、车市、婚宴市场，一个月当咧大小过。卖厝的啦，还是卖车，可能会受到这影响。颠倒是这种大卖场、便利商店会开出这种拍临时工的课，所以这种用人的需求可能有法度到这中秋节拢是保持这个真好的这个情形。 人力银行调查也发现，有9成的企业会办中原普渡的仪式。民俗老师指出，台湾人拜好兄弟、拜甲遮尔骨力，和台湾的移民文化有关系。当初时，咱的祖先来到台湾真无简单，经过乌水沟、漳泉烧台、风台水灾死伤严重，而且有真侪人拢是罗汉脚啊，无人拜，落尾才有拜好兄弟的传统。移民早期的时阵呢，为了要开发台湾这片土地，咱的先民呢付出相当的性命代价啊，真侪人牺牲，所以呢，咱来普渡、超度这为了开发台湾牺牲的这先民，所以呢，台湾的普渡会这么风行呢，是因为这个因素。林茂贤老师也讲，台湾人和外国人对抬鬼的方式真无同。一般伫国外，伫咧西游几啊济即天放鬼放啊比鬼更加恐怖，想要惊走的是真正的鬼。不过伫咧台湾，中原普渡看重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互相，讲的是一种慈悲和宁静力。拜祖先也是说拜好兄弟，认为咱若对好兄弟好，伊就袂甲咱害，颠倒过甲咱保庇。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